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读到一节，我毋知你读起来是啥物款感觉的经节，因为伫即个经节的内底有讲起着耶稣的学生第一个去知影耶稣的亡灵，无耶稣的身躯的是啥物人？对一个玛利亚。 圣经的玛利亚足济，末代粒的玛利亚，所以第一个去看到耶稣的身躯无伫内底是末代粒的玛利亚。请问末代粒的玛利亚去亡灵创啥？迄阵已经第三日啦，对无？找耶稣要创啥？ 恁读圣经敢有想过，伊无代无志走去墓要创啥？都已经砍落啊，搁去墓里咧找人，为着要甲伊挖芳疗，身躯要搁爱挖芳疗，所以伊才会去墓里。但是无想到，即个末代粒的玛利亚，清早去到迄个墓的时，迄个墓门的迄个石已经刷开。 刷开了，伊转去甲啥物人讲？小朋友有没有人知道？我的礼物伫对？回答有奖品啊！我今仔日有准备啊，因为今仔日是过偌济啊，有奖品啊！来，莫大拉的玛利亚，伊看见耶稣的身躯无伫遐的时，走去甲啥物人讲？两个人。小朋友有没有人知道？来。 好来，迄个阿比，甲恁爸讲啊。敢有人知？小朋友先来，好来，迄个彼得，哦，来彼得，哦，安尼这有认真哦。来，你来请听好不？小朋友愿意跟大人一起做礼拜，这就是已经很棒的一件事情。 没有什么比这个还重要的。好来，第二个甲啥物人讲？敏生，圣经有写约翰吗？咱头拄读的圣经敢有写着约翰？圣经安怎写？主所听的迄个，对无？迄个今仔日咱的经节伫对读的？约翰福音，约翰福音对头到尾。 拢无出现约翰即个名，因为伊拢敢若称呼伊家己是耶稣所听的迄个。好来，搁来哦，我要搁有嘛？对，大人嘛会当回答哦。我的答案拢伫顶悬啊。这后摆爱提醒一下啦。 我的答案拢伫顶悬啊，安尼我要安怎问？然后搁来，多谢。然后搁来，迄个西门彼得甲约翰全走去甲墓里，啥物人先到？约翰先到，敢有入去？啥物人先入去？彼得先入去。 哦，这是顺序哦。约翰走较紧先到，结果约翰无入去，伊干那伫外口看。然后彼得到，伊转入去，看到两项物件。来，请问对两项物件，大人嘛会当举手回答哦。阿比，麻布，麻布嘛是会使啦，两个拢是麻布，一个麻布是白地的。 头上哦，来，好。阮阿比足认真的哦。另外一块布哦，嘛是麻布白地的。阿文。身体。伊有这两块布，结果这两块布敢有做伙？ 无做伙，白头壳的迄个头巾布
无伫遐，然后把身躯的布咧放伫边仔，哦，所以这是咱的主日学小朋友真认真哦，因拢有咧看，拢有咧读哦，咱着忙注意哦。所以伫迄个中间，因全约翰甲彼得入去看到迄个情形，什么人相信？看到内底无耶稣，什么人相信？我看伫约翰，什么人讲的？你那个小丁乐哦。咱过来这两个小朋友爱爱甲凯凯，嘛要来对着咱的主日学所以后摆因嘛要亲像咱的小朋友，咱的小朋友后摆嘛要亲像咱的圣歌队。我想咱拢伫即个中间一直咧学，所以伫迄个中间，约翰看见伫梦内底找无啥物人，找无耶稣，所以伊全相信，伊相信啥？做伙讲好无？这就是今仔日重点嘛。耶稣的话，剩3题无够分。因全相信耶稣的话。我想咱中间可能有人去过以色列，所以你会伫以色列的中间伫迄个耶路撒冷，然后看见因咧讲即个所在就是过去迄个各国塔的所在，然后转伫迄个所在起一个叫做圣母堂。即种的礼拜堂不止一间。到底对一间是真正耶稣迄阵大的，还是耶稣迄阵死的所在？我想可能真困难去了解。但是真趣味的就是，当因伫即个历史上，当统治者知影基督徒常常会为着耶稣搁活的迄个所在，将伊当做一个圣地，全无爱互基督徒伫迄个所在聚会，嘛要破坏基督徒的信仰，所以伊全伫迄个中间甲起一个啥物会？毋是基督教会的礼拜堂，有诶后来是去做穆斯林的所在。所以咱伫迄个中间足侪看讲，这毋是讲基督教的所在，哪会起的？伊毋是教会，所以伫后中间还佫有足侪故事。甚至你嘛会当看到遮，因会讲这是基督的墓。但是特别的是，当因将迄个所在甲伊占咧，无要互基督徒去遐找耶稣的时，反倒造成一点真重要的就是，互本来毋知影耶稣就是待伫遮的人全知影。然后伫基督教的信仰内底，咱的主耶稣敢佫有伫十字架顶？伫基督教的信仰内底，耶稣所藏过伊身躯的墓，敢佫有耶稣伫内底？无。所以今仔日咱的信仰，咱所讲的是一个空的十字架。空的十字架意思是因为耶稣赢过死亡的关系，然后已经无伫遐。然后耶稣赢过死亡的关系，伊嘛无伫墓内底。所以咱的信仰内底所讲的，咱的信仰所讲的就是你的耶稣有搁活，你的耶稣敢有搁活？咱常常咧读圣经，咱常常伫信仰内底，咱常常咧过受难周，咱常常咧过搁偌济。但是伫咱的中间，咱的耶稣敢有搁活？耶稣搁活所代表的是啥物？只有2幅图，一个是冬天冷的时，一个是已经伊本来应该是爱树仔是青翠，爱当看到迄个太阳的日光，但是因为咱这可能效果有限，看无啥会出来。有时咱的心境，若无主耶稣搁活，咱的心境就亲像冬天的路共款，哪行哪冷。但是当咱虽然生活拄着困难的时，咱伫生活顶悬所有的是迄个有日光的盼望。我想是迄款有日光的盼望，咱伫迄个中间，咱的信仰得到造就。咱的信仰是啥？毋是因为看见耶稣伫墓内底，咱来相信，
是因为咱无看见耶稣伫梦内底。咱的耶稣敢搁有伫梦内底？无，所以即两个人表情足惊讶。即张相片有够经典的啦。我实在是已经袂记即迄当时到底是讲到啥物话伊两个有即个表情。但是你的耶稣有搁我365日，有个人耶稣搁我拄好干那一日。但是咱真正需要的是另外的364日，有主耶稣甲咱三角徛起。咱今仔日有唱一条歌，我想要搁招咱搁来唱一摆，即摆要唱国语的。咱头拄有唱着个，咱的迄个敬拜赞美内底有唱。伫内底有一句真重要的，得救的记号是啥物？得救的记号是空的坟墓。所以唔通为着死，为咱来死的主耶稣来活，是爱为着咱搁活的主耶稣来活。咱来唱，做伙来唱一条。什么会？主耶稣在我，互我会当面对明仔载。亲爱兄弟，今仔日咱无应该绑伫咱信仰内底，耶稣有我无我，耶稣有伫帮你，还是伫无帮你？今仔日搁较重要的是，咱今仔日的信仰是毋是有法度帮助咱来面对明仔载？咱是毋是有迄款的把握，会当互咱的生命充满着希望？因为当我的生命充满希望，是因为我相信，迄个空的梦内底已经无主耶稣，迄个空的梦内底只有我得救的主。今仔日咱需要转化咱另外一个心境，咱看见咱所行的路，是为着明仔载来做，是为着明仔载来行，是为着明仔载咱要领受一份信仰。你毋是为着你是一个基督徒，需要来做礼拜，所以你来到伫遮。你毋是因为你的爸爸妈妈是长老是牧师，所以你需要来到伫遮。你今仔日来到伫遮，是因为主耶稣真做咱开咱的房站，互咱毋通搁陷落伫过去的痛痛，咱准备好靠主来跑走头前的路。亲爱的兄弟，伫咱的教会，咱到底要做啥？我想要伫咱的教会内底看到咱的囡仔伫这个中间真静静在成长。我想要看到咱的教会的青年，伊就算讲台语无真够讲，但是伊有愿伫遮愿意挑战伊家己。我想以爱咱伫咱的中间，有够伫中年检查已经伫生活顶悬真困真老，总是犹原要定心，得着开咱来跑走头前的路障。我今仔日真意爱伫咱的教会内底，是看到咱有年纪的人，
伫即个中间继续用因的性命来创造因的价值。亲爱的兄弟，唔通为着过去来活，为着明仔载来活。亲爱的兄弟，伫教会内底，唔通只有屈伫传统的信仰内底，因为你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你就爱安怎，你就爱安怎，你就爱安怎，唔是。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是因为要互相鼓励，来迎接明仔载的挑战。因为要生存伫即个世间，无咱想的遐简单。要伫即个中间有欢喜快乐的故事，伫咱的中间做伙来讲，无遐尼容易。但不只是为着咱过去来行，更加爱为着理想来行，唔通为着理想来死。但是期待咱会当为着咱的理想来活，唔通为着咱过去咱所有的迄款的荣耀，活伫迄个中间来流乱，总是为着明仔载咱还阁有的愿望来活。亲爱的兄弟，耶稣伫咱的生命的中间，带领咱向前，这是今仔日咱伫即个中间自己上界重要的问题。因为有耶稣伫咱的生命，所以有勇气继续跑走头前的路，要互咱的囡仔伫遮热情成长，要互咱的青年哪来哪有自信，要互咱伫咱生活顶悬拄着困难，准备要迈进另外一个阶段的人，伫即个中间重新得到开力，然后要互咱年大行过生命侪经验的人，要伫遮继续创造新的价值。亲爱的兄弟，搁偌济对你的意义是甚么？毋茫搁偌济互咱的意义，是要迎接明仔载的挑战。咱三个来祈祷。听我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阮感谢你，不只为着阮来死，你更加为着阮来活。主，我要将所有一切，阮的软弱、欠缺，阮对人的过失，摆列伫你的面前，向你来讲，主啊，赦免阮。总是阮更加恳求你，当搁我的主。搁我的日子来的是帮助阮，得到开力来迎接新的挑战。主，相思喜乐伫阮的中间，相思快乐伫阮的中间，相思和平伫阮的中间，相思盼望伫阮的中间。互阮年轻少年的人，有你真做阮的自信；互阮年纪大的人。重新得到开力，主啊，互阮的教会毋是为着即个建筑物来组织的教会，互阮即个兄弟三甲组织，是因为你的画名存在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中，愿为你来献上感谢，求你的神对即时临到，到永世代无煞。祈祷靠主伫十字架顶无罪的名。